遇到好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台中有一间国中日前发生一件校园霸凌的事件，一个男学生因为性向的问题，长期遭受同学的乞笑甲辱骂，伊甲老师请求协助，但是老师无要无紧无处理，这个男学生未堪离转来自杀，加在有救回一条命。二号人民的调查，全台湾的国中生有高达70%。曾经是校园霸凌的加害人，或者是被害人，或者是捌亲身看过霸凌。但是真正通报到教育部的数字，每一年敢若100外件。面对校园之恶，囡仔要安怎为家己来发声？大人阁要安怎来改善校园霸凌的乱象呢？来看咱的采访报道。他今天早上都很不舒服。上骹拢是固定假啊，痛苦倒伫病床顶的是今年才国3的男学生。2019年4月2日，伊对学校的4楼对落，上骹开放式骨折，两骨受伤，甚至下甲骹肉拢变形，紧急开刀才救回一命。儿子的脚都没有办法，以后可能不知道还能不能站，这个都不知道。当下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回应，我们就只希望孩子能够活下去这样子而已。妈妈看到囡仔伤甲这么严重，哭甲袂出声。原来个性温和、生做斯文的伊，上国中了后，长期遭受同班3名同学的霸凌，多次恶作剧踢笑伊的外形。就算毋若一次向班导师发出求助信号，但是情况一直拢无得到改善，最后选择自杀。我觉得他们真的很过分，我从来不知道他们说我儿子说我只是同性恋，我很难过，因为他没有跟我反映过。一直到事发的前几天，男学生才忍不住向厝内人透露伊遭遇霸凌，只是家长打电话给班导师，伊若是无接，事后还佫甲囡仔讲无法处理，发生遗憾了后，校长嘛希望学生父母甲霸凌改做意外，家长我都接受。校长就说啊，如果孩子要申请学生医疗理赔啊，用霸凌的这个，他说我们会申请不到理赔金。我就觉得我孩子都还没有，你就跟我讲这个，我真的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，他要我们用意外这样子的方式去处理。先安抚他的情绪，次数有多了之后，于是我开始当着全班的面做了一个团体的辅导。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。他必须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。再次鞠躬，再次道歉，对不起。校方承认老师伫听到囡仔遭受霸凌时，敏感度无够，无发现问题严重性。事发了后，嘛遂成立防治霸凌引领小组，而且向教育局通报，只是造成遗憾，一切拢已经无法度挽回。这款的校园霸凌事件，其实拢无停息。我反霸凌，我反霸凌。2015年，体型散散的陈凤玉勇敢徛伫高中的校门口，举标语反霸凌，用行动捍卫家己的权利，抗议高中3档1000外的日子，无一天得到安宁。伊曾经天真以为永远情况就改善，但是点点却是噩梦持续发生。一个人讲说：“下课去架，就是架重约，然后下课其他人就是也过来，比如说。”1年级有人就是会掐我胸部，然后转我就算讲了也没有什么用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班上还有几些人是被言语霸凌，那其实老师知道，那我觉得老师的处理让我不会觉得想要去跟老师讲。这种霸凌事件还有很多人是不敢说，因为我认为在学校大家会认为这是在好玩，甚至是。大家不觉得严重性，甚至已经被霸凌，他们也不觉得自己被霸凌。可是那些伤害却一直在累积。然后我是发现到，原来我高3去面对这些情绪，我已经爆掉了。
校方处理反映消极，调查结论是同学不是性霸凌，只是性骚扰。但农又选择伫毕业正式站出来自力救济，有人声援，嘛有人是选择轻忽。小虾米对抗大海翁，只希望变掉青春当结束。但是一个单方又行出来，可是也有数千数万的囡仔求伫阴影处，遭受校方霸凌的折磨。哎呀，看那边，一点点。哎，我觉得委屈嘞。好好站着，却被男同学推倒在地，旁边的同学还大声欢呼。掀开校方霸凌事件簿，一篇一篇拢是囡仔真实血泪。理学联盟2018年针对全台湾11岁到14岁囡仔进行调查，发现将近70%的囡仔有校方霸凌的经验，人数是悬到56万人。有1%7%的囡仔在调查期间的2个月内曾经被霸凌，等于有超过14万的学童活伫惊吓甲威胁下，将近1%的囡仔遭遇霸凌，却是嘛霸凌别人。超过60%是囡仔是所讲的旁观者，目睭紧紧看到别人被霸凌，却是唔敢出来发声。那霸凌我们讲的应该会有2个重点，它并不是一个单次性的事件，而是它是持续发生的。那另外一个是一个权力不对等的关系。那如果在学校的话，比较是说，比较弱势的孩子，他其实比较无力反抗，然后会有一些就是几个同学集结起来欺负他，那个我们才会叫做霸凌。有时候大人可能轻忽了这个影响性，其实没有想到，其实在这个年纪的孩子，其实很在乎同才，然后大家其实集体的取笑，其实会让他觉得这是一个好像没有尽头的。被霸凌过囡仔，大多数大汉了后，阴影依然是无法度去除，因为是极度的欠缺安全感，陷入黑暗中；有的是差一点就惊就报复社会不归路，亲像今年33岁阿翔，自细汉个性孤僻，未晓甲人相处，加上口音的关系，言语霸凌伫伊的求学的过程中不断的发生。高二的时阵，伊情绪失控环境，也搁差一点闹出社会案件。刚好，因为我跟几个交情比较好的同学，可能刚好在聊天过程中也给他听到过，我也提到说我怕高这件事情。结果刚好就是他看我靠在女儿墙那一边，然后跟人家在聊天，忽然把我脚举起来，我差点摔下楼。然后他还不晓得事来有境，还在笑说：“哦，你会怕哦。”我当下我整个抓狂，把他人往外面压，旁边人知道不对，一直有在拉我，看到不对，赶快把他拉回来。他那时候是真的已经整个人被压在下面，就我手一放，没有人过来，他就真的整个滑下去。言语霸凌对我而言算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压迫，就对于过去来说，我觉得那是一种精神上面的一种霸凌。就是你不晓得对方什么时候会想到一些那种羞辱性的言语来攻击你，就他不是那种属于肢体上面的那种接触的那种压力，身体上面的讲难听，你只是痛过就算了。你精神上的压力是你会一直在想说，为什么人家要讲这种话来攻击你，会让你一直在那边那个脑海是完全散不掉的。互伊印象上介深刻的，都是各重视的好朋友，嘛是因为当期被霸凌，最后选择加入帮派，嘛成做霸凌别人的加害者。然后还被人家曾经就脱裤子、脱内裤，全身扒光，逼他在那个教室走廊裸奔，到这种程度哦。我那位好朋友是被逼到这种程度哦。后来就是霸凌最严重的那几个，最后是被迫转学。但是转学了没有用啊，你走了一个霸凌者，会有其他人接力啊。他经历过霸凌的事情以后，他没有想到是怎样去帮助人家不被霸凌，他想到的是他去加入一些可以让他拳头变大的人，然后跟着那些拳头变大的人去霸凌那些曾经霸凌过他的人。霸凌，然后你不当下去设法解决问题，然后那个时候被霸凌的人，如果说他要反击起来，那是很可怕的。你就是会有一个很深的无力感，就是对我是胖，我不舒服，但是又能怎么办呢？又能怎么办？我也没有办法。比如说去跟老师讲，因为去跟老师讲，就会变成你好像是廖北亚，对，那因为这种事情每天都会发生，无时无刻几分钟几秒钟。比如说他就过去，他也不叫你名字，他也不会说刘德斌怎么样的，没有，他说胖子。有一个老师就直接很严肃的跟我讲说，你比他那么大只，然后你还这样哭哭啼啼跑过来找我，你不觉得很丢脸吗？身在臃肿的德斌，自小因为体重甲体型遭受霸凌的，当讲像喘气共款，无时无刻
常常就是把椅子拉开让我就空坐，这是很习以为常。那全班看到也会笑，我就会觉得说啊，如果能够让大家开心，这是我活着的价值。其实那时候呢，那个价值观会有点偏差。那一次的事件是比较严重，就是说他在前一段下课他已经拉过一次椅子了，他后一段下课他就拿我的圆规插在我的椅子上面，然后在我不注意的时候我就坐下去，一坐下去整个跳起来，对吧？那才发现自己屁股被插了一支圆规，对吧？那当下我就很愤怒，对，当下很愤怒。那次是真的算是我从小到大被欺负第一次反击。拒绝做无声的人，特别勇敢站出来，严肃警告对方，残酷的青春嘛，总算慢慢行回正常。如果你没有为自己挺身而出，其实其他人不会发现说你在求援，对，因为很多霸凌之所以会越演越烈，是来自于很多人的漠视。对，那你如果自己有办法为自己挺身而出，然后自己形成一股力量或者是势力的话，那个霸凌者他就不会再这么容易的欺负你，因为他知道你有力量。2021年立教部制定校园霸凌防治准则，明定导师、任课教师或者学校其他人员发现疑似校园霸凌事件时，应该马上通报校长或者校务单位，学校应该就事件进行初步调查，而且3日内调回防治校园霸凌阴影小组，展开处理定数。防治霸凌的阴影小组，它不是等到有类似有疑似霸凌案件的时候你才成立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你本来就要成立。你成立的时候，你就要先很多做宣导的工作，因为我们预防是最重要的。整个开完会之后，那到底是还是不是？就是由因应小组，他是做整个专业的一个判断。根据教育部统计，最近4天来，全台湾的校园霸凌通报数大约是600件左右。以2018年来讲，通报数561件，但是真正确定霸凌的只有162件。全台湾学生有440万人，每当成立的霸凌件数只有8件，无讲学生总人口数1/1000。理学联盟质疑未通报乌数，恐惊是歹估计。学校启动一个那个专案小组，然后去进行调查，去了解这个事情嘛。但通常我就在讲说，这个都已经是所谓的成立，这个霸凌事件成立都是已经很严重的。但我们相信是有更大量的事件是在前端，有50%的孩子是不愿意告诉师长或者是家长的，所以表示说，其实有相当多的霸凌其实是没有被爆出来的。校园霸凌除了经常看到集体霸凌、甲语言霸凌，也有遭受同辈拜体的关系霸凌。对比霸凌者，转为霸凌者的反击霸凌，甲愈来愈经常看到网络霸凌，校方的态度往往是处理霸凌事件的关键。我们其实不管是在实务上，或者是在国外的文献，都会回到说，我刚刚说友善班级的经营嘛，怎么样去经营？就是说你要在平常的时候就要讨论，就是讨论这些，我们在冲突的时候，或我们怎么样看待同学的个别差异，这一个平常的讨论是很重要的。如果我们其实有开启这样的一个友善的对话，理解彼此，然后冲突了以后，我们要怎么表达我们的不愉快，或者是我们没有办法强迫每个人喜欢每个人，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我们不喜欢去欺负别人，或者是羞辱别人，这是应该是底线才对，这是清楚的规则，要让孩子知道说要怎么样对待彼此，怎么样互动，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其实校园霸凌事件上界悲哀，不是霸凌本身，嘛不是当事人的无力，是整个社会冷淡态度甲无作为，这比恶也较可怕。低级霸凌除了教囡仔学晓尊重个别差异，营造友善环境，囡仔嘛应该学习拄着无公平对待，安怎为家己、甲为他人发声。毕竟只要有一个人愿意站出来，无论是陪伴伊、帮伊讲一句话，也是徛伫伊迄边，都有机会逆转悲剧，创造无同的结局。